訂閱每日一 news， 資訊話題唔會少。印度作為全球第二大粗鋼生產國，喺近日宣布對部分進口印度嘅鋼鐵徵收 12% 嘅印度臨時關稅。印度聲稱今次係保護性嘅關稅，係為咗抑制主要嚟自中國嘅廉價鋼鐵因為進口激增而實行嘅措施。印度財政部喺官方表示，該關稅將即日生效，而關稅有效期為200日。路透社報道，印度新德里嘅關稅主要係針對中國。喺2024至2025期間，中國已經成為僅次於韓國，成為印度第二大鋼鐵進口來源國。報道指出，中國鋼鐵近年大量湧入印度，令到部分印度嘅鋼廠為咗縮減營運規模而考慮裁員。印度鋼鐵部長發表聲明表示，臨時關稅只係保護國內鋼鐵製造商，避免受大量進口而對印度鋼鐵商不利嘅影響。要確保市場公平競爭，特別係為中小型企業而提供重要援助。事實上，印度徵收鋼鐵關稅並唔係美國關稅戰後先作出嘅決定。根據印度政府臨時數據，印度喺2024到至2025期間，連續第二年都係成品鋼淨進口國，進口鋼嘅貨量達到9年以嚟最高水平嘅950萬公噸。印度早已經係2024年提出可能對嚟自中國嘅鋼鐵產品徵收 15% 至 25% 嘅臨時關稅，以應對中國廉價鋼鐵產品對印度本國生產商構成嘅嚴重影響。所以印度對中國徵收鋼鐵臨時關稅，並唔代表印度已選擇企喺美國陣營。相反嘅係，美國總統特朗普大幅提高鋼鐵進口關稅，可能會導致印度嘅問題進一步惡化，因為會有更多嘅鋼材出口商將大量嘅鋼鐵產品傾銷到印度。印度為咗保障自己本土鋼廠嘅正常營運，所以先決定徵收鋼鐵臨時關稅。另外，根據彭博報道，早前因為貿易關稅影響，中國已停止接受波音公司嘅飛機，而印度航空打算向波音公司接洽，商討購入一批原本供應俾中國航空公司嘅飛機。如果印度成功同波音公司達成協議，印度將會短時間入面增加客機，而唔需要等多年嘅時間去排隊預訂客機。印度除咗鋼鐵臨時關稅同波音客機得到好處之外，印度嘅智能手機生產業都對中國帶嚟影響。彭博報道指出，截至2025年3月，喺一年時間入面，蘋果公司喺印度組裝咗價值220億美元嘅智能手機，產量比起上一年增加咗接近 60%。咁就表明 iPhone 製造商同供應商正在加快咁由中國轉向印度生產。印度製造嘅 iPhone大部分都係喺富士康集團位於印度南部嘅工廠組裝。自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對等關稅計劃後，印度向美國生產嘅 iPhone 出貨量加速成長，並優先為美國嘅客戶提供嚟自印度生產嘅 iPhone 手機。美國近年為咗實現供應鏈去風險化，已經將投資焦點轉向印度等中國以外嘅地區。不過，美國政府同企業決策者都唔可以唔面對一個現實，就係印度就算努力擴大智慧型手機、太陽能板同藥品嘅生產，但呢啲產品嘅核心零組件仍然係依賴中國進口。隨住印度製造業嘅擴張，對中國進口核心零組件嘅依賴都隨之加重。根據印度智庫全球貿易研究倡議，印度由中國進口嘅成長速度係其他進口來源嘅2倍。依家中國進口幾乎佔印度進口總額嘅1/3，涵蓋咗電子產品、再生能源同製藥等嘅行業。雖然印度表面上喺美國關稅事件入面吸收咗中國唔少嘅利益，但事實上印度同中國係好難撇除合作關係。專家指出，即使其他國家將生產基地由中國轉移到印度，但只要中國仍然係主要嘅零組件供應國，呢啲嘅國家就冇辦法真正實現去風險化。美國同印度都開始意識到，去風險化係一個長時間過程。印度手機協會會長表示，印度至少需要5年嘅時間，先可以建立足以取代中國嘅大規模嘅生產供應鏈。所以喺供應鏈成功建立之前，印度仍然需要依賴中國嘅資源同技術。印度工業聯合會指出，目前大約有2/3嘅印度電子元件嘅進口，例如電路板同電池，都係嚟自中國。就算印度長期以嚟係藥品出口嘅大國，但係對中國重要藥品原料嘅依賴程度仍然唔可以忽視。由2007年到2022年，
中國喺印度化學品同製藥進口比例成長超過50%，而印度作為紡織品同成衣出口國，亦都增加咗對中國紗線同布料嘅進口。印度喺汽車零配件同太陽能板原料嘅進口，同樣都越嚟越依賴中國。近年嚟，印度喺太陽能領域嘅產能大幅提升，對美國市場嘅太陽能板出口亦都激增。不過，印度對中國太陽能電池嘅依賴程度亦都加深。前美國總統拜登政府嘅一名高級官員表示，排除嚟自中國嘅產品，對美國供應鏈係唔現實。所以華府應該採取更實際行動，有效實現供應鏈多元化嘅第一步，就係穩固咁建立多元化供應鏈嘅基礎，然後再喺呢個基礎上面進行供應鏈擴展。除咗零件同原料，印度製造業亦都依賴中國嘅專業知識。中國能夠幫助印度喺全球技能階梯嘅最低層入面向上發展，所以印度會捉緊機會，努力提升自身嘅技能，跟上全球嘅步伐。不過咁就形成咗一種矛盾，為咗減少對中國嘅依賴，印度可能需要加強同中國嘅合作。早前印度工業代表向政府施壓，要求放寬對中國技術專家嘅簽證限制，方便中國技術專家能夠協助印度工人使用中國嘅機器，製造智慧型手機、紡織品等等。另外，印度政府首席經濟顧問建議，當局應該放寬對中國投資嘅限制，為咗促進印度製造業發展，將印度成為全球供應鏈之一，印度唔可以避免咁需要融入中國嘅投資。自2020年中印邊境衝突後，印度關閉咗對中國投資嘅大門。不過近年印度政府嘅行動顯示咗有軟化跡象。印度去年已批准咗至少11項涉及中國嘅電子行業投資方案。而且中國企業已經喺新德里附近建設一座智慧型手機工廠。仲有就係中國嘅上海汽車集團計劃2030年之前喺印度生產100萬架電動車，初期只會供應印度國內嘅市場，之後就會向國外銷售。不過，中國喺印度製造業嘅直接投資亦都冇顯著增加。就算印度開放對中國企業嘅投資，中國資本都唔會大規模流入印度市場。因為印度政府對中國投資者嘅態度仍然唔友好，例如中國手機商喺印度曾面臨逃稅或洗黑錢嘅調查，幾名公司高層甚至被逮捕。就算面對種種問題，中國嘅供應對於印度實現製造業全球化係好重要嘅關鍵，所以印度並唔可能對中國有強烈嘅敵對態度，甚至將來會有更多嘅貿易合作關係。雖然印度聲稱希望同美國喺關稅上面達成協議，但只不過係基於自己國家嘅發展同利益，暫時咁應對美國嘅要求，避免直接嘅碰撞而造成嘅經濟損失。想知更多時事資訊，記得訂閱每日一 news。